呢幾日網絡上有咁樣一句話：10年寒窗苦讀，又點比得上我3代從商？咁10年寒窗苦讀真係比唔上3代從商。俗語有話：條條大路通羅馬，咁又點比得上人哋本身就係羅馬呢？自己想要飽受其家，打拼出一片天下，喺冇前提嘅基礎上，要吃幾多虧，要遇到幾多挫折，要經歷幾多艱難萬阻。佢本身就係羅馬，佢本身就已經係西天，佢只需要擺正自己，一旦有貴人相助，咁更加係扶搖而直上9萬里。而霍啟剛就係屬於呢一類人。冇錯，霍啟剛屬於踩住家族2代人嘅肩膀站起來嘅巨人，而家族嘅托舉亦都令到霍啟剛徹底成就自己，更加令佢實現咗家族嘅榮譽。當然呢一切都離唔開佢身邊嘅2位貴人。第一位享受國葬嘅商人霍英東。對於霍英東老爺子，我哋不得不說，老爺子嘅眼光之精準，目光之長遠。為咗能夠令到家族更上一層樓，老爺子係一開始就開始培養自己嘅呢位繼承人孫仔，殫精竭慮。嗰個時候為咗增加霍家嘅影響力，打開市場，首先就係等自己嘅仔霍震霆娶咗當時仲係大明星嘅朱玲玲。其實呢個人呢，唔一定非要係朱玲玲，但係最合適嘅一定係朱玲玲。首先朱玲玲係明星，社會影響力係足夠嘅。其次朱玲玲嘅家族雖然算唔上係千億富豪，但係家族亦都係不容小看嘅。喺老爺子嘅心中，本身就係諗住強強聯合，點知年輕嘅時候霍震霆嘅各種緋聞纏身，最終朱玲玲同埋霍震霆嘅呢段婚姻走向咗結束。不過朱玲玲都係為霍家生咗3個仔，亦都包括霍家嘅長子長孫繼承人霍啟剛。經歷過各種媒體衝擊之後，霍老爺子將全家都放咗喺自己嘅長孫身上，當然更多嘅仲係為咗自己國家嘅發展。霍英東老爺子係最早一位喺南沙開始投資項目嘅商人，當初所有人都唔睇好霍英東老爺子嘅呢個計劃，然而老爺子係一啲都唔驚。如今幾十年過去啦，南沙項目早已經翻咗唔知幾多倍，其中南沙有一半以上嘅投資建設都有霍家嘅痕跡。最後老爺子就以1蚊雞嘅價值全部貢獻俾國家。唔單止係咁，嗰陣時候香港啱啱回歸，一切都未企穩陣腳，霍老爺子就開始為兩地嘅體育事業而奔走。其中羽毛球等等呢一類嘅運動，亦都係因為有老爺子嘅手筆，先至重新回歸到國際組織。當年中國申奧成功，霍英東老爺子更加係激動不已。然而當時內地嘅經濟並唔樂觀，老爺子直接捐款咗2個億為建設水立方。唔單止係咁為促成北京奧運成功舉辦，老爺子更加係四處奔波，為咗國家嘅建設同發展一直喺度努力。值得一提嘅係，霍英東老爺子喺發展嘅時候仲一直帶住自己嘅孫霍啟剛，等霍啟剛亦都加入到體育事業嘅發展中嚟。可惜一直為北京奧運奔走嘅霍老爺子，並冇睇到北京奧運嘅舉辦，於2006年與世長辭，享年84歲。為咗紀念老爺子嘅豐功偉績，老爺子去世之後，國家特地用咗國葬嘅方式嚟緬懷呢一位老先生。可以話喺霍啟剛嘅人生中，老爺子係佢嘅明燈，亦都係佢嘅引路人。如今霍啟剛嘅成就唔單單有佢自己嘅努力，仲有老爺子嘅期盼。咁有人話唔通霍啟剛最多謝嘅就係佢爺爺 ？No， 咁你仲真係估錯咗啦。佢最多謝嘅應該係佢嘅妻子郭晶晶。第2位跳水皇后郭晶晶。你話霍啟剛身為千億豪門繼承人，佢嘅身上就冇缺點 ？No， 佢都有，畢竟人無完人。咁點樣將呢一啲缺點改正呢？對於霍啟剛嚟講，就需要一個郭晶晶。身為千億豪門繼承人，霍啟剛自細就喺金窩銀窩中長大嘅，更加係從來都唔缺錢使。周邊嘅朋友亦都係各種各樣嘅公子哥兒，可以話年輕時候嘅霍啟剛亦都係一個風流浪子。同時佢就好中意飲酒，媒體更加係多次影到霍啟剛從各種嘅廳裏面出嚟，飲到啤啤呼，甚至有時候更加係飲到面紅耳赤。但係畢竟人哋有資本啦，嗰個時候霍啟剛嘅身邊仲有同為出身豪門嘅大小姐陪伴，各種嘅花邊新聞亦都係不斷。
但係呢一切都止步喺佢遇見郭晶晶。當然佢能夠同郭晶晶見面，呢度當中呢亦都有霍英東老爺子嘅手筆，只能話老爺子嘅眼光之毒辣同埋精準啊！為咗能夠同郭晶晶相處，霍啟剛可謂直接化身成超級小 fans。郭晶晶嘅每一場比賽都少唔到霍啟剛嘅身影，甚至仲買咗各種嘅長槍短炮，用嚟記錄郭晶晶每一個精彩瞬間。嗰個時候，郭晶晶嘅父母唔同意佢同霍啟剛拍拖，一個係話距離嘅問題，另一個就係非常嚴重嘅豪門問題。自古以嚟，豪門都唔係咁好相處嘅。更何況霍啟剛嘅家庭咁複雜，郭晶晶俾人蝦點算啊？咁為咗能夠令到自己嘅未來外母認可自己，霍啟剛可謂係施展出36計，更加係苦學普通話。不過面對跳水皇后，就算係呢一位千億繼承人，亦都自卑。有時候訓練或者係比賽，不可避免郭晶晶就會接觸到一啲男性。霍啟剛每一次都打爛晒個操程，亦都會發脾氣。估唔到郭晶晶從來都唔會中佢，直接同佢講：我有我嘅事業，唔會因為有咗你而阻斷我嘅事業。人就係咁樣一物降一物，就係咁樣，仲將霍啟剛迷到神魂顛倒。就算受到欺負亦都甘之如飴。後嚟郭晶晶退役，為咗迎娶郭晶晶，霍家連辦4場婚禮以示重視，更加用下嫁呢2個字表示對郭晶晶嘅滿意。婚後嘅郭晶晶更加係一心一意輔助丈夫，霍家更加係因為娶咗咁樣一位冠軍，喺大家心中嘅地位同埋知名度都更上一層樓。為咗支持自己嘅丈夫，郭晶晶多次代表霍家出面，為自己嘅丈夫公開拉票。更重要嘅係，2個人都積極參與各種嘅體育賽事。提到呢度，我哋不得不稱讚郭晶晶嘅能力同埋人格魅力。你話霍家冇錢咩？霍家係金字塔中嘅金字塔尖，但係人哋從來都冇炫耀過自己幾有錢，用住2蚊雞嘅橡筋，着住普通嘅衫。更重要嘅係，唔好睇佢哋2個嘅小朋友細個，郭晶晶從來都唔會縱住佢哋，帶住小朋友就親自下田種稻，帶住小朋友做家務，甚至小朋友嘅衫都係商場嗰度嘅打折服裝。2個人更加係用一點一滴嘅言語行動教導小朋友。嗰個時候，霍老爺子去世，成個霍家陷入咗遺產繼承嘅漩渦。郭晶晶佢係直接全家搬出咗霍家老宅，遠離呢一個漩渦，亦都表明自己全家嘅態度。而喺郭晶晶嘅全力輔助之下，霍啟剛嘅事業越嚟越順利。要知道，如今霍啟剛先至44歲，就已經身兼多項重要職位。未來只要佢唔犯錯誤，佢嘅路將會越行越遠，越行越高。但就喺呢個關鍵時刻，有圖謀不軌嘅人開始利用起霍啟剛嘅個人形象。據悉，3月23日，霍啟剛喺個人社交賬號上發文，稱自己嘅形象遭到 AI 盜用。佢話啱啱過去嘅周末，又發現有好多盜用我形象嘅 AI 視頻，佢哋提取咗我嘅聲線，利用我嘅樣貌生成短視頻，但係裏面嘅內容完全唔係我嘅觀點，連我同事都話睇咗一段時間先至發現原來係 AI 生成嘅。咁樣嘅信息實在係誤導觀眾，甚至曾經有一啲短視頻嘅賬號利用我之前發表嘅關於描述香港情況嘅內容，進行咗2次剪輯製作，用嚟宣傳香港移民渠道呢一類嘅內容。我好擔心有人因此上當受騙，導致錢財損失。霍啟剛就透露，曾經有一次佢去內地考察，回程嘅時候喺高鐵站見到自己嘅肖像出現喺一個品牌店鋪嘅門面，但係自己同呢個品牌根本就冇任何嘅關聯。佢表示過去半年隨住 AI 技術嘅普及，呢一類嘅情況越嚟越誇張，至今已經處理咗幾千條相關嘅假內容，仲要安排同事專職跟進，每日都要投訴反饋，但係每日依然有非常大量類似嘅新發佈，實在係好令人困擾。佢就話未來 AI 成本再降低嘅話，呢一類魚目混珠甚至詐騙嘅手段只會更多更猖狂，會嚴重影響個人聲譽同埋權益。科技嘅發展唔應該以犧牲個人權益為代價，希望未來對呢一類虛假信息嘅監管更加嚴格。亦都想提醒大家，喺出現呢一種 AI 迅速發展同埋應用嘅時期，要更加注意甄別網絡信息，防止上當受騙。
唔少網友直言確實好難分辨，仲有網友表示呢種現象太猖狂啦，建議快啲出台相關嘅法律，以嚴懲嗰啲 AI 造假行為。多名演員亦都曾經遭遇過 AI 換面，曾有網友喺社交平台嗰度反映，自己觀看嘅多部短劇當中，部分演員嘅面部形象同演員肖戰高度相似，其中名為《京華風雲》嘅短劇，唔單止演員嘅面容酷似肖戰，就連劇中服裝嘅造型，亦都同肖戰喺其主演嘅電視劇《藏海傳》中嘅扮相高度重合。演員成毅亦都曾經遭遇過 AI 換面，其面部嘅形象被擅自用於短劇同埋短視頻創作，此事一度引發粉絲聯名抗議。利用 AI 假冒名人嚟帶貨等嘅現象，亦都屢見不鮮。今年2月26日，演員黃京松曾經發文稱自己嘅形象被 AI 盜用生成視頻，太可怕啦！視頻、聲音、口型完全睇唔出係真假。對於點樣應對 AI 虛假換面，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著名演員甄子丹喺全國兩會期間曾經表示，詐騙必須要報警，我哋係法律嘅國家，各種違法嘅嘢我哋都可以去投訴報警。